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台湾 can help and we are helping。咱即阵要拍台湾的这个国际杯，对抗武汉肺炎啦。咱今日看到蔡总统讲，咱的这个肺炎产量提升，会当来帮助到咱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社会。咱看美国要捐予因200多万，另外咧，这个欧洲的部分是700多万，友邦的这个部分是100多万啊吼。虽然讲肺炎会当关注吼这个真正重灾区的这个地区，另外咱要讲到这个社交距离啦吼，什么社交距离？就是讲人甲人之间吼，即阵咱讲伫非常时期，疫情的即当阵啊吼，咱都爱这个距离保持好势。咱讲像咱伫摄影棚即阵啊吼，是这个室内你都爱保持着这个1.5公尺。今日咱就准备着这个 model 甲咱遮吼，亲像阿明介意这个距离，安尼就是袂使的哦。是安怎讲呢？因为人伤接近啦吼。另外咧，咱讲。有准备着这个笑这个部分，差不多是1.5公尺啦吼，1.5公尺大概是安尼这个部分，人甲人之间，你就是安尼，亲像你去这个咱讲卖场去买物件，你就是安尼排队啦吼。过去咱讲卖场吼，顶礼拜的时阵已经有1公尺啊。但是咧，咱讲新政策上路，就是讲1.5公尺。但是讲，亲像有较近的这个所在，亲像你伫电梯内底，无法度保持安尼这个社交距离，要安怎咧？亲像咱个model共款，一定爱挂喙烟来保护家己。另外咧，咱讲吼，清明年假要到啊，伫咧户外一定嘛爱做好这个社交距离。免到1.5公尺，但是嘛是爱保持着1公尺啦吼。啊，你若是无这个尺咧，其实哦，若是讲最近落雨天，你若有雨伞吼，差不多就是安尼这个距离是1公尺啦吼。卫生习惯做好势，社交距离保护好势啦吼。咱就讲，咱会当对抗着这个武汉肺炎围堵这个疫情。这边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小儿专科医师林永炎。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亚洲大学附属病院胸腔内科主治医师陈宏全。主持人好，大家朋友大家好。小等咱嘛，有另外一位来宾吼，咱等下嘛做连线吼，伫咧 New York 的留学生啦吼。首先咧，咱头拄嘛讲到这个社交距离非常这个重要吼。咱先请教医师，安尼这做法有好无？其实这是应该的代志啦吼，因为人甲人的传染吼，主要就是讲，有当时难免你有当时会扫啊、拍卡枪啊，是。你这烂摊传出去了，边仔若较近的人，你就会传染到嘛。所以人甲人呢，离较远的呢，这个代志就较袂发生嘛。是。所以人甲人的传染就是愈侪人做伙愈会传染。你若大家线较开的吼，就较无代志嘛。是。所以这是。大家拢咧做诶代志啦，当然上严重诶代志就是甲伊关在厝里，迄个愈严重啊。所以你若会当讲甲保持即个社交距离来讲，你会当搁出去外口，你还搁算袂歹诶吼。你若搁想期待你西班牙关在厝里袂当出门，迄开始严重诶。咱个会当维持着正常这个生活啦吼。其实侪人即阵也是会去外口这个食物件啦吼，但是讲有诶餐厅真正是抑个人客人哦，但是这餐厅嘛是爱非常的注意啦吼。有当时伊就讲，你坐即道，边仔搁坐即道。但是餐厅安尼就唔对啊吼，所以这餐厅的这个运营吼，其实嘛要做好势啦吼，尤其咱要去消费。就毋茫讲，咱要消费就是安心啊食啦吼，袂去为着即个武汉肺炎即个部分。另外，咱慢慢请教咱的即个医师啦吼，咱讲伫目前即个国内即个确诊内底吼，即个部分拢是甲即个过去咱讲境外移入的即个部分有关系啦吼。咱嘛好好讨论。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即个社交距离即个部分，安怎吼？咱讲病院即阵社交距离应该拢有做甲真好势啊啦吼。其实因为阮咧看迄个新闻内底讲的讲社交距离，伊上重要是爱讲你也是讲是一个无特定零性，比如外口你毋捌嘛，阮拢无熟悉的时阵，迄个时阵你来注意即件代志。是。其实阮是病院内底，阮是工课嘛，阮的人拢知影嘛，我的同事，我的啥物人我拢知影的时间。其实阮病院即摆全部拢挂喙烟嘛，阮喙烟基本上对。差不多1月底2月底就规工挂咧啊！你病院就规工挂咧，到你要办公室食饭起来休困尔，其实规工拢挂咧，这跟甲阮的迄个互相的感染的机会跟降低足济啊啦。有影，咱其实看到侪这个网络的这个影片也是图片嘛，好啦哈，亲像这个泰国。有人去银行吼，伊就要摕钱吼，这个行员伊就爱摕一个这个网仔吼，摕钱互伊啦吼。亲像咱唔免做甲安尼啦吼。其实咱这个部分，你若是讲伫室内底非特定的这个人士，你就是挂喙烟挂好势，你的个人卫生做好势，其实拢唔免惊啦吼。其实咱嘛讲吼，社交距离爱安怎来安怎来注意啦吼。其实咱有分做
做第一阶段甲第二阶段这个部分啊。第一阶段就是讲吼，甲你讲较温柔甲你讲啦吼，就是讲避免出席就讲时来近距离的这个接触社交活动啦吼，亲像展览会，也是讲体育竞赛，也是讲演唱会啦吼。其实这活动其实若是较大型的，已经拢禁止较济啦吼，就是讲这个室内1.5公尺，室外是1公尺啦吼。大家拢是爱这个正确来。挂喙罨啦吼，避免咱会当讲吼，避免人甲人之间的这个接触会这个烂手会互相来这个感染着啦吼。另外咧这个高纪律近距离接触吼，维持着1.5公尺这个营业场所，业主应该来这个停业。咱看过去吼，其他国家，亲像你去掠零的啦吼，是还是做沙龙的这个部分，有的人拢已经停业，但是咱台湾目前也无这个部分啦吼，但是。虽然无这个部分，大家咱卫生习惯做好势，社交距离有维持，然后其实拢毋免甲停业这个阶段。另外啦吼，就是讲第二阶段会进行到这个强制处分的这个部分啦吼。除非你是这个医疗、一品公务，还是讲卫生吼，等等毕业式这个活动，其他啦吼，拢是来禁止啦吼。尤其讲是啥物咧？尤其是娱乐活动吼，拢爱来禁止。另外咧，这个必要性这活动，都是爱维持着1.5公尺，甲这个室外，咱头讲的1公尺这个部分，嘛是爱挂喙罨啦吼。但是讲这个强制处分到底是要安怎处罚还是讲吼？要安尼罚偌济啦吼，其实罚偌济毋是重点，是毋是家己卫生习惯来做好？这个社交距离是你甲我之间这个健康的问题，毋是讲爱罚偌济问题。对啦，其实政府的政策当然是为着人民的安全嘛。上好是莫有第二阶段啦，上好是这个疫情吼，就全然消失的上好啦。若无吼。有当时这边系足困难的，警察那边你让你讲你距离偌长，你讲我差1公分，你讲要你甲我发，我要发你去让我看卖对无？佮讲有当时人哦，小小心。是。你讲你安尼就袂使，安尼就真你接触偌久，较会算讲爱发。是。无你讲我小小心，你就讲甲我发，讲距离无超过1公尺，这嘛是足奇怪的代志啊！佮讲咱的公车啦、捷运啦，吼。去火车顶头，你若要安尼执行哦，我看拢免开啊啦。是。所以希望讲莫有第二阶段，希望讲这是讲大家安尼甲伊苦劝安尼就好啊吼。若讲台湾的疫情愈来愈好，当然这上好是莫实施上好啦。无咱经济活动拢了去啊。佮讲你看咱无经济活动，偌济人会破产，你敢知啊？所以我是希望讲，当然是咱若政府控制啊愈好。目前来讲咧，讲实在，咱台湾已经算控制了袂歹啊啦吼。因为目前若发病的人，大部分拢是国外转来遮的人。是。伫咱本土发生的案件愈来愈少啊。是。所以若讲即个拢国外入来的人来讲咧，咱咧甲关到迄个看要一个伊的处理，还是讲伫迄个指定的一个隔离所来讲。安尼就解决上好啦吼，因为咱毕竟咱无讲有即个社区的感染嘛吼，那无社区感染，讲实在即个要实施即个法律吼，我讲实在是上好是莫实施上好啦。有啊，所以咱讲到即个入境的即个人数啦吼，境外移入的即个部分，甲入境的人数是毋是即个有即个比例上的即个部分？咱来看到讲，其实咱伫3月19翻点过的时阵，就禁止即个外国人来入境啦吼。另外咧嘛是讲迄天即个翻点开始，咱嘛是开始做着14天，你若是伫外国过来。台湾人，你就是要做这个客家、这个检疫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看到侪案例，也是讲确诊数，拢是对这个客家检疫内底吼去发现，也是讲有的时啊，这个机场都甲你冻落来啦吼。所以咱会当看到这个防疫这咱伫咧3月19了后，虽然这个数字有豆豆咧称悬，嘛是看到这全球疫情咧炭烧啦吼，所以看到这个数字是讲这个线度会当看较清楚的，就是讲吼，这个线度是咱看到3月18以后吼，也是讲3月19以后，这是较长的这个部分啦吼。但是拢免惊吓，因为咱讲伫咧机场有人就去用炸落来，头拄这个医师嘛建议就讲吼，其实咱讲即阵这个入境的这个人数，咱过去讲哦，4天以来已经降到2000的这个以下吼，所以讲这个2000人以下，咱的这个讲集中这个检疫这个部分哦，能量感是有够啦吼。咱讲过去的亲像这个武汉包机这个部分吼，这些人规个拢送去这个检疫所内底啦吼，也是讲防疫旅馆是毋是会当讲会当形成甲这些人吼，也是讲这个军营嘛，可能是一个选项之一啦吼。就讲甲这些人当甲先隔离起来，唔好个入去这社区。14天无问题了后，再搁等于这个厝啦吼，这嘛是一个想法啦吼。另外咱嘛讲，伫3月19以后，
咱人看到是关键的这个2礼拜啦，咱人看到其实咱当了袂歹啦吼，今仔增加这个7例，拢是来自这个英国甲美国啦吼。嘛看到过去2礼拜，因为这个成绩也收了袂歹，所以咱今仔嘛看到讲，这个蔡总统咧拍这个国际杯这个牌，就是讲头拄咱讲的台湾 can help 啦。实际上咱嘛已经咧 helping 啊这个部分。咱头拄讲到喙癌爱关1000万片啦吼。美国这个 New York 重灾区，咱来看讲，其实这个喙癌，也是讲咱这措施，政府安怎做回来看。国人不论是扫墓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都要谨守我们疫情中心对大家的指引，尤其是要保持这个所谓的社交距离。面对清明节时间连续假期，蔡总统呼吁民众防疫优先。面对目前国际疫情局势全球互相影响，更是靠国内风气不断走动，算是下一步会甲国际防疫合作拍国际杯，会对美国欧盟友邦国家关1000万的喙癌，甲药物预防性经验，帮助其他国家的医疗体系。前一个阶段我们组好了国家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打国际杯，跟其他的国家一同做区域联防。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我们愿意尽一份责任，助人也利己。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调教机器，提升稼动力，朝着日产能1500万片努力。蔡英文表示，目前咱国喙癌产能已经提升到每天1300万枚，佮向一天生产1500万枚的目标行。经济部强调，喙癌甲民生部做供应无问题。泡面、卫生纸、喙癌等，连续假期期间已经协调厂商继续生产，以使市场继续加产能的稳定。假使台湾要拍国际杯，医疗帮助对象是不是嘛包括中国引起关心？我们愿意跟世界上任何的国家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都很愿意一起来合作那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情被过度的政治化蔡英文强调，台湾要展现医疗外交。外交部长吴钊燮就是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呼吁将台湾加入会员国。台湾常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卫生体系之外，也要再次呼吁 WHO 将台湾完整纳入相关的会议机制及活动，让台湾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度难关。蔡英文强调，关于甲任何国家斗阵拍拼，不过防疫嘛无希望伤过政治化，希望防疫合作和国际社会听到台湾的声音。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个人都要注意维持社交距离，甲家己照顾好势，就甲社会照顾好势，甲亲人照顾好势，每一个人都是防疫老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防疫这地做得真好啦吼，全球拢看伫咧眼内啦吼。今日咱要阁邀请到第3位来宾，咱讲是过去伫咧这个经 St. Thomas and Prince 这个医疗团的团长张如泰医师，你好。大家好。是医师，你安怎看讲？今日咱来当捐这个1000万的这个喙癌啦吼，和这个美国200万片，欧洲700万片，友邦100万片啊！过去你咧做这个国际医疗的时阵，安怎咱过去有真侪这个医疗的这个技术，会当或者人得到这个真好的这个医疗照护啦即阵咱是捐这个物资尔后回咱当搁安怎做咧？等50-60年前咱受美国的援助所以咱即摆已经有能力来援助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时阵，其他的国家的时阵，咱嘛是爱。发挥咱的迄个爱心啦，来帮助的。我是咧2010年当阵去即个St. Thomas Principe 即个国家，咱以前的邦交国因为因的国家实在讲系足散啦，无水无电所以个迄个马拉利亚足迄款迄个发生率足悬囡仔拢是无6号。伊就无命啦吼，一定要活过6年，伊才有法度通得到伊的家己的命。所以迄个状况下我带团去的时候，我就感觉讲，这确实需要咱这医疗来帮助。咱国家咧外交部因就是尽全力要来帮助。又来互因当地的人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性命会当更较更较长来这就是咱爱去帮助人的一个目的啦。
啊，当年因遐你讲医疗的设备啥拢足欠。是。啊，咱到遐的时阵，就是爱迄落想一个办法，就是讲利用因在地的资源来帮助因啦。是。因为咱若要用咱迄落台湾的这资源送到遐去吼，迄伤慢啦吼。咱讲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个吼。啊，所以迄当阵，阮就利用这当地的资源来帮助。啊，所以像迄当阵2013年当阵，应该是2015、13年啊15，我即马无小可无记得。迄当阵迄落西非也有一个伊波拉的这个病毒是。这个疫情迄当发生的时阵，阮这医疗团就因的中央病院内底医生来教，甲护理人员来教讲，咱要来安怎防疫。是。啊，这就是咱爱做的代志啦，吼。所以这款的是，咱会使做的，吼，实在讲的足多。足多啦，吼。足多啊，就是讲，咱迄落即马邦国愈来愈少啦，所以咱若要迄落会当做，像即马咱讲咱这迄落喙炎吼，会当援助即个美国啊。咱讲吼，行有余力啊，结果会当去做手术啦吼。对，因为咱讲，即咱即地啦吼，过去即个喙炎的这产量，伫咧过年迄当阵吼，大家拢咧花啦，抢无，迄当阵188万，啊，喙炎国家队产生了啊，即阵是1300万吼，要往即个1500万的即个喙炎产量吼。其实咱头拄仔即个国际医疗的部分，咱过去都有咧做啦吼。啊，即阵更加有意义哈，就是讲伫咧防疫即地啦吼，毋那是咱台湾防疫做得好，全球的防疫若是做了更较好，咱才有法度主动啦吼。因为讲咱即阵防疫防到即阵啊吼，无可能逐年拢安尼防啦，无可能逐个月、逐日拢安尼防啦吼。其实头拄仔即个医师嘛有讲着一寡即个建议啦吼。其实咱伫台湾即地，若是防疫有即个经验，咱真正要甲即个经验输出互即个全球。无毋对，主持人讲得真好吼，就是讲，阮台湾其实全世界一部分尔啦，阮毋是代表全世界，阮遮做咧好，无代表阮就永远无代志。只要全世界的疫情愈来愈严重，台湾的疫情早暗会破空去，因为无可能讲外口全部烧滚滚，你即个所在无烧嘛。所以阮即个时阵已经已经有产量拢起哩啊，阮的喙炎的迄个产量应该有1300万以上啊，甚至到1500万一天的量就遮尔济。其实即马大家人的口罩的使用嘛，即马行入路顶大部分拢戴口罩啊啦，你可能看过，可能10个内底可能9个拢全部挂。讲实在，真正愈来愈少，表示讲大家摕着口罩的方法已经愈来愈济啊。所以既然是即个状况，大家已经有法度好好摕着迄个喙炎的时阵哦，阮就应该爱讲，家来去帮忙其他国家，啊嘛毋是乌白帮忙啊。阮管出个迄个喙炎是要交了啥？是迄个各个国家因内底主要医疗人员啊。因为你要甲因的医疗人员顾好，因的医疗人员有法度去甲因的患者顾好，安尼够好就甲因疫情控制。伊毋是讲我乌白甲你拼，讲1000万送出去，就互你讲全部人厝边拢客着，毋是即个意思哦。伊是有针对性，因为安尼够有帮忙，安尼最重要。因为阮的全部内底的防疫第一线就是医疗人员嘛。所以甲你的医疗人员顾会好，我一个医我来破病，我人可能顾10个、顾20个，我一个处理之后，我人甲规个我的国家的规疫情就跌落来，一个国家跌来，2个国家跌来，全部慢慢跌来，全球的疫情慢慢降温之后，台湾才会当真正的无迄个风险啦。尤其这个对台湾来讲吼，台湾是一个无起家这个国家啦吼，所以咱讲，若是防疫全球拢做好势，咱这个物资会当互这个重灾区会当，较这个病情较缓咧吼，咱其实台湾嘛是有这个好处啦吼。继续咱要请教咱医师啦吼，就是讲。这回咱看到这个国际上这个合作啦吼，啊，侪人咱嘛讲吼，这会当去 WHO 无哈，进前几来讲嘛讨论过这个话题啦吼。啊，其实咱若无这个 WHO 过去，咱嘛是这个其他这个亲像这个组织啦，亲像 APEC 这个医疗团，咱嘛是有这个伫内底啦吼。伫咧这地，头拄仔咱嘛讲喙炎会当去这个救济全世界这个部分，咱佫会当做啥物？伫第二部分，咱除了物资以外，咱佫会使用啥物款的这个方式？台湾 can help 徛起哩国际。其实台湾伫即个防疫内面，咱是真有经验啦吼。咱2003年迄阵，咱迄个 SARS 迄阵，咱就做有经验啦。当然，即个经验是足痛苦的经验啦，因为咱迄阵嘛死袂少人的哦，死差不多70几个啊，重伤的偌济，啊个你看和平病院、风院，哦啊，所以足侪代志，其實講實在，這流行病啊，對流行病來講哦，世界是敢一講呀啦。
无伊就搁咧分什么美国、欧洲什么国对啊。所以你讲 WHO， 你是安怎讲台湾袂使参加？讲实，你讲你唔是。你讲你国际讲你唔是国家，你讲唔是国家，你嘛会当互伊参加，那会当讲因为你唔是国家来，佮讲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国家，那会使讲无来参加就对。对啊，这是个经世界大家咧分享伊的经验来讲，你台湾遮好的经验，你是安怎无要互参加来贡献伊的经验，互大家知影。你看世界大家嘛咧讲台湾足好的，是。啊，你都足好的，你唔着讲。啊，你是安怎好？你是安怎控制？吼，啊，我大家来学习一下吼，大家参考嘛。是。啊，你若参考好势，世界大国疫情拢好，对大国拢好啊。你哪会怎好用政治的力量讲叫伊着袂使参加，讲着讲哦，你袂使，你毋是中国属下一个省咧，袂使咧讲的啊，对无？我讲。佮讲哦，世界有足侪国家有是无参加联合国，人嘛是会当参加，那会当讲台湾就袂当参加。尤其这个健康议题是这个全世界吼普世这个价值。对啊，这本来就是安尼，你袂使讲吼，佮讲，你若讲台湾做较歹嘛无话讲，啊台湾你做较做好诶，防疫得头各国要来学台湾的经验啊，啊你佮要互参加，啊你 WHO 是咧顾世界健康的人，你是咧安尼顾啥物碗歌手的？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WHO 啦，一定要听到这个咱的这个声音啦吼 ，We can help 啦吼，啊，真正是已经咧帮助大家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咱这个防疫这块做了真好，但是有当时啊吼，有一个欠缺，有当时都去互放大吼，但是咱后手吼要带大家来先看讲一个新闻啦吼，就讲采检的这个部分，咱今日新增加这个7例啦吼，啊，过去讲采检这个北部可能有这个漏沟去，还是讲这个检体吼，这个泄漏出去啦吼，这个部分安怎来弥补，嘛是咱真重要关心的这个所在。医师手提长讲是要切采检者的片仔，也是脑后的面仔机，切了后会甲伊压长，放入去底气管内底存好安，而且佮包2烟接骨袋啊，装入去检体箱内底送检，较人工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啊，毋过北部传出有一位检疫在发现检体漏泄的意外，地属有一寡患者需要重新采检。有可能试剂盒本身有缺陷、有瑕疵，或者是没栓紧，或者是那个试纸太长，它没有折断，就硬给它锁进去，它就把它弹开，这些都有可能。医师表示，因为检疫人员拢有穿防护衫，佮加上演练真侪届，所以讲检体漏泄也是传染的风险加低。不离个因为患者需要重新采检，检疫人员必须佮一届检验，要求受检者开喙，安尼佮增加检疫人员去防传染的风险。而且英国研究报告指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更有可能会出现鼻无食无的症状。这些病人他不会有典型的症状，所以他不会一开始就被我们找出来。他们只是嗅觉味觉异常，可是我们平常有时候感冒或怎样也会有嗅觉味觉异常，他不会太去介意注意他这样啊，所以这些人可他身上还是有这个病毒的存在。典型的主要症状是发烧甲一直扫，医师认为讲有一寡民众伫咧感染了后，并无出现伤侪典型症头。地区检疫的时间慢一卡步，尤其是食无甲鼻无，算是患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应该主动甲医护人员讲。医师嘛建议爱甲食无鼻无的人来入去采检范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检验这地啦吼，可能有一波啊，这个4角擦，但是这无要紧啊吼。咱因为讲即阵检验能量已经来到吼，逐日拢来增加。咱看过去这个检验吼，已经有3万外例啊吼。啊，可能北部遮是有了有这个信号啦吼，但是咱无要紧，咱会当过去甲防啦吼。另外，咱嘛看到新闻片段内底有讲吼，食无检正啦，还是讲鼻无味这地啦吼，其实拢是可能伫咧临床上吼，咱过去问诊的时阵，爱特别搁较注意。因为即摆就是讲，阮进前有甲阮台湾目前确诊的这几个患者，摕出来做一寡分析啦。阮顶头迄个中召集人钟尚存医师又甲阮讲，就是讲内底有一个最特别的是，阮以前较无咧注意的，就是讲你鼻啊甲喙的感觉会无去。伊是讲无去哦，毋是讲小可较差，伊讲完全就用消失掉了，无去啊。伊讲当然就是甲阮一般来讲，食的味感觉怪怪，迄种无啥共款意思。所以一般轻微感冒的患者会感觉讲，伊开始会讲食物件较无滋味啦，但是迄是完全无，无一定完全共款。但是即摆因为是目前阮对即个武汉肺炎的即个伊的一寡临床的症头，阮无法度真确定的时阵，一寡特别的物件吼，阮来甲列出来。因为你会当加上阮问诊。咧问的时阵，佮加上这种物件，可能咱搁愈怀疑是啦。尤其即马就是讲，阮开始做烦恼是讲，到底武汉肺炎有入来阮的伊个社区无？所以阮若是讲掠这个患者，其实
较顶真的，先去甲做化验，我是感觉有必要。另外就是讲，即摆嘛建议讲，阮大家看到有细胞发炎的，因为阮胸腔内科医师嘛，阮咧电工只有患者来拢会翕，所以你若讲看到有发炎的患者，就上好来去甲检一下，安尼是较安全。因为阮一般的患者会来阮病院的，一般吼嘛拢是一个诊所看过啦，因为我拢嘛甲患者讲，你若开始有一寡鼻水啊、一寡扫啊、一寡轻微感冒的症头，嘛是先诊所先看，因为诊所咱甲你做初步的一寡检查，有时其实你只要一寡轻微感冒尔，嘛无问出啥物问题，食完药就好去啊嘛。但是你若一届、两届，差不多一礼拜左右，讲奇怪，咱安尼食药拢无进步，甚至有阮咧讲的发烧，啊甚至讲你开始感觉讲你开始感觉味无好，喙嘛食无物件的感觉。一定来病院看，啊，佮加上阮佮电工翕起来，真正佮看到讲有细胞发炎，这阮一定会做怀疑的，这个应该做检查。是，这全部阮目前病院咧做的代志，因为安尼会当紧甲全部患者拢甲列出来，全部患者列出来，佮甲阮的外口的境外佮动的，安尼较好就甲阮的防疫做甲愈好啦。但是即摆就是讲，你安尼做一定就完全拢无问题嘛？可能无一定啦，因为有的患者伊真正无镜头啊，无镜头是即摆阮无法度去查，所以。阮来做就是拄阮开始讲的，阮的一寡防疫的方式嘛，社交的距离嘛，啊，莫无代志，莫黑白走嘛，大家待厝的，阮病人嘛较好顾嘛，这拢是帮忙，这全部甲这种代志甲降甲上低，佮加上最近清明年假要到啊，大家爱去陪忙嘛，陪忙已经系户外较简单啦，但是你敢有迄种像阮迄种踏迄种火光山迄种。火光山迄种，即阵因即个新的即个措施，就是讲吼，拢甲禁止，然后你就伫外口摆。外口里，但是外口你能足侪人会去。啊，嘛是客来客去。嘛客来客去，加减会客啦，所以去的时阵口罩一定爱挂咧，手结束应该洗手啦。因为这样做就是，我会当尽量安尼做嘛。是。啊，尽量减，会使话当然我希望是吼，会当。莫去，即届应该是无要紧啦。我想是大人应该嘛知影这疫情较特殊吼，祖先应该袂讲你今仔无来就无甲你保庇啦。我是感觉讲，即摆真正状况较无好，无你就是半开嘛，想有人提早去嘛，提早一礼拜两礼拜去，莫即个时间去，莫客来客去嘛。是。啊，有时年假咧等于像阮即摆规个安尼规个交通运输嘛是一个问题啊，全部人客人啊。是。啊，所以这拢是。可能会增加阮感染的风险，所以就这段时间爱做注意的，因为阮会烦恼的是这段结束了之后的一两礼拜左右，足惊，希望是莫出现迄个高峰啦，佫是一个官方一个出现，足惊死的啦，希望是莫，我希望莫摇着啦，希望是莫，因为表示讲阮真正大家拢有注意这件代志，所以即马就是大家也甲你朋友看到讲吼，做伙买饼嘛，讲一搭拄着，甲讲口罩戴一个，加这挂手的，莫徛伤近。啊，对阮来讲，安尼防疫应该佫有愈帮忙。是，厝内底人还是朋友吼，互相小劝一下吼，提起一下啦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即个镜头即个部分啦吼，食无咸正鼻无味啦吼，也是讲吼意识较即个无法认清楚啦，也是头痛吼，也是讲即个红目眩啦吼，也是讲即个巴肚痛，即个想要吐，即个镜头吼，过去伫咧即个历史上嘛是有可能看到吼，临床上嘛是有安尼经验。啊，继续咱佫请教即个医师啦吼，过去即个咱嘛讲到即个病毒吼，真够怪。吼，咱即阵有看到即个病毒，啥物看到即个病疫情无？啊，其实病毒迄是迄个变化吼，伊的迄个我是感觉讲，甲咱的迄个免疫系统，无甲咱的迄个人种有关系。人种，哦，白人甲咱迄个黄色人甲迄个黑人，其实咱的基因拢无相共，所以要入去你的体内，迄身体内底的时阵，伊在迄个咱的细胞内底要迄个生存的时阵，伊一定爱有一个有关了变化，才有法度生存掉。所以我是感觉讲，迄是咱咧要做疫苗，还是要迄个开发即个特效药啊，的时阵有关系啦。但是若是对咱所有的百姓来讲吼，咱上好的就是讲。甲迄是较无关系，咱的上要安怎治疗，其实预防是上好的治疗啦。就是讲，你爱知影讲，咱个人的卫生的习惯爱做好。啊，个你若讲你有镜头出来的时候，你就爱家己咧自我的管理，健康的管理，你爱做了较实的时候，你自然这病毒就无可能去。侵入你的那个体内啊，你的身体内底。啊，搁一点就是讲，咱若是普通时你讲迄个莫去迄个困无饱眠啦，食了无好啦，
咱讲食了好，毋是讲一定爱食3000海味啦，是，就是讲你正常食，正常食啦吼。啊，搁你若讲有咧运动吼，其实你若讲70岁、80岁，你每工拢有咧运动，有咧流汗，有咧啉水，新陈代谢就好啦吼。新陈代谢好，你的免疫力就会增加嘛。所以对这病毒来讲，伊就无法度通侵入你的身体内底。所以我是感觉讲，大家吼，应该会当保持讲咱爱安怎来保护咱家己即个知性啦，伊拢有伫咱的迄个头脑内底，拢侵入咱的头脑内底啊。记好调，其实拢免惊啦。有影啦吼，虽然头拄仔咱讲可能即个病毒真搞怪啦，啊嘛可能是即个皮肤啦吼，红皮即个黄皮肤也是白皮肤也是讲黑皮肤，即个人种可能无共啊，即个病毒伫你的即个人体内底会当偌久，可能啊佫有统计即个部分，嘛是一个真新的即个观点吼。啊，另外嘛是讲即个医师嘛建议吼，真正咱头拄仔讲的即个社交距离也好，还是讲个人的卫生习惯做好，就较无即个问题啦吼，就免惊即病毒来入侵。但是咧，咱头拄嘛讲到吼，咱即阵要甲肺炎200万片来到美国啦吼。纽约这就是一个重灾区吼，美国疫情咱讲即阵已经嘛差不多是18.8万吼，差不多要19万人确诊啊吼。啊，因为即个检疫能量吼嘛是有即个提升吼，但是即个亲像纽约这个重灾区，真正医疗人员吼，即个过去肺炎嘛是讲防护物资吼，真正是无够吼。咱嘛看到即个医生是因为安尼吼，啊受到感染了来去死亡啦吼。所以咱安怎来看即个美国即个疫情的发展，咱先做伙来看。美国的疫情哪来哪严重？总统川普该乐观的态度，对全美国人话话，要对刷落来苦日子做好准备。伊前几工才呼吁美国各地伫复活节进前，会当结束防疫的限制，望企业赶紧复工。We're going to go through a very tough 2 weeks. We have almost 10,000 ventilators that we have ready to go. We have to hold them back because the surge is coming. 白宫是实境，疫情恐惊会提走上侪24万人的性命。This is the thing that we need to anticipat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accept. We want to do much, much better than that. 美国部署太平洋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的舰长布莱特·克劳奇写一张CIA球员配合五角大厦，望会当互全部的人落船检疫隔离。伊表示，即马毋是战争时期，舰顶的官兵无需要牺牲。根据上开始报道相关新闻的旧金山纪事报，舰顶超过4000个官兵，已经超过100个人感染，除了一批感染者落船，其他的人拢搁伫船顶。因为军舰的空间有限，真歹保持社交距离。军事专家形容军舰受病毒攻击，互战力北约亲像是甲船拍沉去，恐惊互对手会当利用的机会。中大疫区纽约继续出现确诊不治的病例，纽约州长科莫亲身宣布家己的小弟 CNN 主播克里斯检疫阳性。This virus is the great equalizer. My brother Chris is positive for coronavirus. But there's a lesson in this. He's an essential worker, member of the press. If you go out there, the chance that you get infected is very high. 国务卿蓬佩奥证实，有一个国务院的官员不治。目前国务院内底各有数十名人员确诊，这嘛是头一个美国的外交人员因为破病过身。为着防疫，杜城拉斯维加斯停业，加有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敢若会当困伫露天的停车架，嘛伫社群的网站引起讨论。安尼敢真正有效？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疫情真正炭烧啦！头到这个新闻影片内底嘛看到吼，咱讲 CNN 这个主播吼，就是这个 New York State 这个州长。这个州长吼，因这个弟弟啦吼嘛确定诊断啦吼，所以讲New York State 这嘛是真严重这个部分啦。咱先带大家来看讲咱全国吼，全美国啦吼，这个全国确诊的这个人数，咱头头讲到差不多是18.8万吼，这是3月31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这个小连续时间一直咧增加吼，一直咧增加啦吼，所以咱看到这个死亡人数已经来到4000外例啊吼。另外 New York State 这就是7.6万例啦吼，另外死亡人数嘛是1700外例，占全美洲的这个全美国吼40%啦吼。另外咱讲北京遮啦吼，看到这个疫情的走势，这个模型就指出讲联邦啦吼防疫指南和疫情有小可较放缓，但是嘛是有可能造成10至24万人这个死亡啦吼。无这个执行可能会到这个150万至220万吼。另外看到这个国家传染病研究院这个主任伊安讲咯，无接受这个模型按算这个数字啦吼。若是讲确实
伊有成功4月就会当控制住疫情啦吼。啊，美国总统 Trump 是讲，这毋是这个 April Fool's Day 是这个滚爽笑啦吼，伊是讲吼真心是会面对着这个生存甲死亡啦吼，啊是真痛苦的这个2礼拜，所以大家民众都要做好真艰难的这个日子。另外看到这个警察啦吼，咱看到过去伫咧 Times Square 吼，即这个警察。侪人拢受到这个感染啦吼，咱看到超过1000名的这个警员受到感染，占全体吼差不多15%。另外一件非常使人意外的这个代志，就是讲吼，这个 Roosevelt 这个航空母舰啦吼。伫头顶已经有这个200人感染吼，啊目前是停泊伫咧这个关岛，咱等下嘛请教着讲这个医术的这部分啦。但是咱先连线吼，伫咧国外咱看到这个普星啦吼，伊伫 New York State 这个部分啦吼，要甲咱做连线啦吼。伊即阵咱知影吼，伫 New York 这个 New York 大学者啦吼，是目前是官校，因即阵吼都要伫线顶来做这个学习啦吼。咱来请这个普星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是先甲咱了解吼，即阵咱讲 New York State 才是上严重，啊尤其是这 New York City 啦吼，咱知影过去拢是正即个兴旺的即个所在，但是咱看即阵亲像伫即个 Times Square 遮吼，拢是空空的人，啊其实咱看在 Central Park 遮，其实拢变成即个亚症的即个有可能是医疗院所，拢遮起即个部分啦吼。你安怎看美国即回还是讲 New York 遮的即个灾情？你讲我安怎看嘛？我即马。讲事实的，我嘛是用电脑安尼看，我嘛袂去病院遐，因为我平常嘛袂去病院嘛，所以拢是嘛是用电脑咧看，可能看一下 CNN，安尼看起来因就是讲最严重，就叫大家拢爱伫厝里，莫出去。你嘛是会使出去，你出去你就爱去买菜啊，你嘛会当去行路去散步，你会当去带狗出去散步拢会使。所以。现主时较大的影响就是咱上课拢爱用电脑来上课。对，你大学嘛吼，你是纽约大学。纽约大学 NYU 即摆拢是用电脑咧上课。所以就是你着感觉拢会困伫咧你的厝内底。你知影纽约就亲像台北安尼，大家当睡厝睡的所在拢就细的。所以就是心情会较无好啦。你阁会当看 Facebook 看遐个新闻片段，拢看着讲灾情最严重诶。可能即几礼拜大家开，即几礼拜可能死亡诶人会愈来愈侪。可能医疗病院遐迄门床会无够。喙人会无够，阁有呼吸器 ventilator 嘛无够，看着遮个新闻，就是感觉你会感觉较 depressed 就是，但是除了以外，就是出去买菜，出去即马袂晓出去食饭嘛，但是你会嘛当叫外卖，你会当去打包去拢遐拢会使，但是。即马你要去 supermarket 去买菜的时阵，伊就是爱叫你排队，因为伫个 supermarket 内底，你袂当伤侪人，可能你足大个 supermarket 就当40个人伫内底尔，所以爱排队排伫个外口安尼，就是遮较无方便啦，除了以外就是大家拢密伫个厝里，是，嘿。所以咱看到吼，这个伫美国遮吼，真正是这个重灾区啦。另外，咱头段慢慢要问到，继续吼，来请教辟星啦吼。其实咱头段嘛讲到，这个台湾 can help 啦，喙安要互这个200万吼，这个美国这个部分啦吼，这个咱嘛看到台湾会当帮助啦吼。你安看这个台湾甲这个美国这个合作咧？我感觉这个是足以国际经济来看，国际政治来看，这是一个。算机会啦，安尼讲是较歹势嘛，安尼讲是较无好，但是是一个机会，因为大家都遮个美国欧洲大家拢伫水深火热嘛，搁有即马中国搁咧搞迄大外宣，所以即马台湾是一个足好的时机，会当介入，会当show your soft power， 就是讲遮个软实力安尼，会当去交美国交欧洲和欧洲合作安尼，我是感觉即个是安尼是足正确的啦，因为台湾
这几年就是一直以来，拢是国际参与拢较少嘛。啊，大家就 WHO 那边话要死要活，拢无要互咱入去嘛。啊，所以这用这个机会啊，输出台湾经验，安尼讲好啊。啊，就是输出台湾、输出东亚经验，安尼是一个，我是感觉是一个最正确的代志。啊，嘛是一个大家爱鼓励的代志安尼。真正啦吼，感谢咱看到这个毕生吼，伫咧这个 New York 甲咱讲吼，台湾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头拄啊，甲这咱3位这来宾讲的拢是真相吧吼，因为咱讲台湾这地防疫做得真好啦吼。对比咱讲这个各国，咱看到这个美国头拄讲要19万人，遮尔啊济啊，咱其实有经历了一场图表吼，等下嘛请这个医师好好来甲咱解说这个图表啦吼。咱看自这个3月初10到这个4月初1啦吼，即差不多21天啊，22天这个之间啦吼，咱看到美国是安怎这个趋势会遐尔悬，是毋是个检疫能力豆有够啊？另外咱看意大利吼，这个趋势哦嘛是安尼豆称悬到即阵啊超过10万的确诊。咱讲意大利这个人口差不多嘛才6000多万人尔吼，现在确诊的这个人数会遮尔啊悬。另外来看到这个第3个国家是咧西班牙吼，啊过去咱嘛讲到这个意大利甲西班牙拢是这个真瓦近的这个所在啦吼，所以是毋是安尼？这个欧洲吼各国嘛是会受到影响。但是咧，上互人意外就是讲，咱看到这个中国啦吼，排第4这个中国，拢维持了差不多这个8000哦，这个部分啦吼。即阵是82274吼，就是确诊人数。啊，即阵吼是增加0的这个部分啦。3月初10到即阵4月初1啦吼。那么知影4月初8，另外一个武汉吼，这个封城要解封城啦吼，这个部分啦吼，咱等嘛可能要讨论就是讲中国这个趋势安怎来去看，是毋是暗黑疫情害全球？另外咧，这个德国还是讲这个伊朗这个部分吼，啊，过去嘛有人讲伊朗这个部分嘛是这个极权国家啦吼，这个数字是毋是爱搁加一个0，还是讲这中国这个数字8万爱搁加一个0吼，嘛是真爱注意啦。尤其咱讲川普，因即阵毕竟就讲吼，可能10至24万人会来死亡啦吼，所以啊，咱看到这个中国数字确诊才8万人。我讲实，中国讲白菜话，毋是今仔日较讲白菜话。有影啦吼。伊足侪代志拢是政治咧解决一切嘛，所以伊当专政就是安尼啊。伊决定的代志，下骹人就是照伊的规定安做。就较早拄啊开始武汉肺炎伫开始迄阵，逐日公布的迄个死亡率拢2.3%的。逐工足奇怪的代志啊！迄一定是政府规定好势，讲叫你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啊。若是学过这数学，就是讲咧控制好势啦。所以中国这数目就咱莫去看啦，一定是讲白则无可能有这个现象啦吼。啊，咱再来讲美国的代志好啦。美国、欧洲吼，咱较早讲阿毒啊啦，阿毒，因吼对这肺炎的代志哦，无足重视。我讲实在，到即摆有当时啊。今仔日个报纸搁咧报讲，因搁咧决定讲是毋是要挂喙炎，是肺炎是真正落去嘛？足奇怪，明明显显，咱去看，即个无挂喙炎的国家吼，你看迄个感染率拢一直悬起，死亡率也一直悬起。啊，有挂喙炎的国家拢安白，所以表示讲挂喙炎确实是有伊效果嘛。因为咱开始讲起，咱这是迄个咱。拍骹枪啦、扫啦，会传染嘛。啊，你挂喙炎就有这个效果，你挂喙炎我挂喙炎，俺就较无代志啊嘛。啊，但是我讲实在，因这吼死啊硬喙皮，甲即摆吼，佮无要讲吼喙炎有迄个效果。是。我因讲啊，当然因是较早是有久的历史，因认为因足先进的，因遐足进步。但是有当时这观念有当时爱改啦吼。是。佮讲因较早吼。SARS 迄阵2003，因拢无代志，所以因吼无互抓家的，毋知影抓家的了偌严重啊！咱台湾是较早迄阵 SARS 迄阵，咱较早是确实是有迄个痛苦的经历，所以咱知影讲哦，这有问题。我希望后边来过来吼，因大家都拢喙炎拢挂起来。有影啦吼，就是这个喙炎挂好势吼，进前咱看美国嘛是有人挂喙炎去用拍，这个亚洲人啦吼。就是安尼，开始是有都讲因挂喙炎处理吼，会用起死啦。就讲伊感觉这人一定着病啊。啊，讲实在，这个武汉肺炎甲流行感无共款啦。武汉肺炎比流行感严重，起码10倍以上。而讲伊足侪迄个轻症的吼，啊，佮无症头的这人，本来就是传染嘛。你挂喙炎本来是应该的代志啊。你爱预防讲这一挂轻症的，突然间甲你扫一个，啊就当下扫伫空中，
你即摆入去咧，尤其室内迄阵，你入去就发生问题啊。就对了吼。所以我感觉即个挂喙炎即个代志，以后若讲有过第3摆来，我相信因大概拢会挂喙炎出来。防疫观念自即届开始啦吼。咱看到即个，他说咱讲到即个台湾要拍即个国际杯啦吼，就是讲喙炎要关吼，即个美国重灾区。啊，其实吼美国吼真侪人吼，就是买无喙炎吼。过去咱讲疫情拄咧台湾咧加军的时阵，我伫即个 New York 嘅朋友吼，就是讲要甲你寄喙炎，互你无啦吼。我讲免啦，你先扛一下。啊，无想讲 New York 会遮尔啊重灾区啦吼。啊，其实咱嘛讲到，即回美国总统川普伊讲啥咧？伊讲吼过去你即个即个围巾啊吼，还是讲即个部分会当，因为喙炎无够，你就甲当做是喙炎啦吼。但是伊即阵才正式讲，即阵就是爱开始挂喙炎嘛。落后咱台湾几立部吼嘛是可能疫情即个让旁和即个美国疫情摊开一个重点咧。讲即摆看起来，其实他拄仔像我拄讲的，讲这疫情的部分吼，即摆是欧洲甲美国愈来愈严重嘛。那当然可能甲阮因讲无咧因的习惯嘛，跟那个国家的习惯无共款，因就较无习惯安尼讲挂喙炎。啊，其实阮真正嘛伫咧讲，就是阮毋敢有挂喙炎去防即个病毒尔。其实洗手嘛最重要。其实我会感觉因是对一开始因就根本无做重视即个病啦，伊就讲到可能拢甲流感差不多嘛，因为迄个时阵流感长咧烧嘛，其实迄个时阵是1月2月，迄个时阵流感长咧坐嘛，所以迄个时阵大家拢会注意讲，流感就安尼啊，那即个可能甲流感差不多尔，应该是安尼差不多，而且迄个时阵佫有一寡新闻讲亚洲人那个黄背灰较熬掉嘛，因为有一寡报告是安尼写，啊，你白皮就讲可能甲无关系嘛，所以可能有足侪关系影响着。佮加上是阮的疫情，直小起哩，影响拢无代志嘛，所以因会足侪问题，互因感觉讲，这应该甲我较无啥物关系。佮无想到一个无注意尔，到后壁直直对差不多3月中就开始直直出去了，就开始冲起哩啊。啊，这个时阵就是讲这冲起，就当然即马开始动嘛，所以阮爱看的是即马开始的后壁2礼拜，即马已经差不多是对3月25日开始冲嘛，即马第1礼拜嘛，你可能看靠4月，差不多4月第1礼拜、第2礼拜看卖，看即个有慢慢降落来无，因为因开始。阮咧讲的种这防疫，阮来去做介入的措施嘛，应该在做一寡方法啦嘛。所以照理来讲，伊个曲线应该会慢慢爱做落来。一个拐点。对啊，因为拢是安尼嘛，因为阮人就是安尼发现问题去处理，啊，但是你处理的时候毋随就好嘛，你莫互伊爱去起哩一个，啊，慢慢就降落来。是，这是阮咧做阮的公卫的部分，就是安尼去做。有啊。啊，至于讲较多讲你讲。中国，我唔管伊讲信唔信啊，我讲会知，我嘛淡仔拢应该是，我以前的一寡文章，我拢感觉到底对啊唔对。但是伊即马真咧讲，即马这2、3礼拜拢无案例，因为伊迄个时阵采取的是啥物方式去做关卡，封城呢？封城是阮咧讲的上关键，要甲全部拢关起来嘛，你莫互伊出去嘛，没有任何的接触，甲你关2礼拜，就差不多就了去啊。因为照理来讲应该是安尼嘛，你讲无你接触我病人，我就囥做伙，无病囥一堆。啊！你2礼拜了，照理来讲，迄病人好去啊，无操那个问题啊。可能有可能是真的啦。你若讲照理来讲，可能讲2礼拜，有可能是真正是真的，因为因做的是上关键的，阮咧讲的封城嘛，你甲全部人关伫厝的嘛，这是阮即个看起来是这是上关键来讲，这是一个完全的 social distance， 而且社交距离已经完全又甲上开啊嘛。所以伊也是讲即个方法是对的，伊嘛真正有安尼做着，伊即个资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无相信是进前啦。是，进前迄个直直咧上新的迄个数字哦，是毋是敢毋是安尼呢？是，即马这有可能啊，因为伊这可能是因为做咧防疫算拐点出现嘛，你讲伊到迄个终点之后，头前个身躯的时间伊毋卖管，伊可能到迄个所在，伊确实是甲你关起来啊，关起来之后全部的患者拢囥做伙嘛，方舱医院全部关做伙嘛，内底严重无内重，迄是因代志，但是伊甲分开啊嘛，全部讲爱做伙，所以照理来讲，伊爱一个最大力来甲伊锁起来之后。病情慢慢降下来，这可能是正常的啦。所以这个后边这个数字，讲这2礼拜讲无案例，我感觉有可能，毋是讲完全无可能，但是就是讲因为阮有太多经验无好，所以我现在嘛是还个要注意一下啦，一定爱注意到底是讲真诶假，因为若是讲这真正毋是安尼话，伊做封城嘛，无法度甲即个病毒降落来，是安尼表示最危险的，表示阮的防疫方式可能佫无啥够啊。这是我感觉爱目前爱观察的重点。有影啦吼，毋过咱嘛看到即个美国吼，其实是介严重。咱嘛看到讲即个 Roosevelt 即个航空母舰吼，即个船顶上百个人来感染啦吼。咱嘛看到进前即个选召公主号即个经验啦吼，啊嘛看到即个船长啦吼，伊就是发批啦吼，甲媒体讲吼，来
求救啦吼，就是讲看会当来甲因帮站者，但是咱看到这个美国国防部这个部长，伊是讲目前也无到这个程度吼，啊全部的军拢来做检疫啦吼，这是毋是会可能够变成一个美国人数吼，这个确诊增加这个部分，若是无互这人拢去做采检，啊，佮甲这人拢关照会。因为吼，这像要讲起来，其实就是讲吼，按以前17年前来讲吼，17年前咱迄个中国人也无能力出去外口旅游啦，嘛无可能出去外口定居啦，吼，你是这几年吼，像葡萄牙啦，欧洲迄边。因迄个房地产咧崩盘的时阵，即寡人去买房地产种中国人去遐买房地产拢定居伫遐嘛。所以即寡人变做迄边的人，但是因过年的时阵，转去因中国去迄款个过年嘛。即摆听讲有疫情出来，就大家都总出去所以迄当阵嘛是大家各国。大家拢相信这个 WHO 啦，吼，这个秘书长是实在讲伊是罪人啦，罪人吼，伊害死全世界各国的迄款相信伊的人啦，所以你像日本嘛共款啊，意大利嘛共款嘛，伊拢会嘛共款。虽然因的文化是无共，因的文化是讲，因拢毋是因迄个老百姓的迄个文化习惯是甲咱无共款嘛，因拢。爱进来进去啦，个因的宗教的问题，所以因断了足紧，主要就是甲因的文化嘛。所以嘛是像咱头拄讲的吼，节目一开始的这个 social distance 啊，过去吼进来进去，即阵拢爱有这个距离伫啦吼。咱头拄讲吼是这个 Roosevelt 这个航空母舰吼，就是讲这个美国国防部遮吼已经有这个感染上100人这个部分啦吼。目前遮是毋是佫变成是一个疫情安尼拖开这个部分，咱嘛是爱好好来观察啦吼。上尾咱遮吼要来佫讲到，咱讲清明连假要开始啊，头拄这个医师嘛有甲咱建议去啦吼。即阵莫去这个陪忙敢可以祖先可能嘛是讲会使啦，因为即阵疫情拖了遮严重，咱会当好好围堵、好好控制，咱毋能够变成讲咱已经有第1波、第2波，无可能佫互伊第3波嘛吼。所以咱来看讲，伫咧武汉肺炎疫情之下吼，这个清明连假这个建议互大家啦吼。这内政部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讲吼出席这个人数，咱看到讲莫超过30万人吼。这个当年制作超过1万人的这个桃园业盛这个中心吼嘛协调之后，嘛派这个经理人来代表制作限制伫咧30人之来。另外，内政部嘛函请地方政府辅导这个公私立的这个民众设施啦吼，若是讲疫情停止办理几千人以上这个大型的这个清明法会。若是有需要办理啦吼，应该落实到咱头拄讲的防护啦，这个空气这个空气爱流通是讲是透过网络直播嘛是会使来制作啦吼。民俗专家是讲吼这个过去这个后辈啦吼，若是尽量避免啦吼。另外讲这个陪忙嘛是一种仪式啦吼，应该注重就是讲仪式背后这个先人的智慧，就是讲你伫厝是讲其他这个方式拢会当虔诚吼。其实这嘛是侪人已经咧做的啦吼。毋过咱嘛讲到这个年假，咱讲这个几啊天的这个年假吼，交通有上新的这个措施啦吼。咱看到交通部4月初开始，台铁、高铁这个国道啦吼，拢要强制来实施着量体温、挂喙炎啦。尤其咱讲清明年假，这是上重要这个部分啦吼。你若是无配合，就是要依法来甲你开罚啦吼。另外咧是不爱互这个民众上车，你若是讲体温超磅的啦吼。另外咱看这个指挥中心过去就讲啦吼，是来毋好超过100人的这个活动。另外4月咧是超过500人，拢应该来停办啦吼。包含咱都讲演唱会啦、大型的这个赛事金曲奖未来是毋是来停办，还是讲该做是线顶颁奖？文化部当伫咧评估啦。另外，伫处理这个家己防疫的这个措施啦吼，咱嘛有讲过啦吼，1公尺以上防疫距离等等的这个王品、这个座位啦吼，也是讲这个百货公司拢是用这个亲像这个 drive through 啦吼，得来速的这个方式来做咧领货啦吼。所以连刷这个假期，咱有讲到吼，有的人嘛是去陪忙，有的人真正要去佚佗的，拢爱非常的注意呢。对啦，其实吼，电脑毋是干来当镜头刀啦，电脑嘛会当拜祖先啦。有影。这一本上早就咧实行啦。是。因为大家你国家大的人有咧路远吼，电脑就咧拜祖先啦。是。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的时间嘛，咱袂当讲
咱毋是讲叫你逐摆拢安尼，但是这个时阵哦，我感觉祖先嘛知影讲医生嘛足重要，医生的建议你嘛爱听一寡啦。是。因为这流行病咧流行迄阵，我讲实在，较早流行病吼，慢慢咧流行啦。即摆流行足紧的啊。拖足紧啊。你较早迄个你看迄个黑死病、黑死病迄啊，迄较早慢慢流行几百年，有当时流行几百年。啊，即摆一个月、2个月，就规个全世界拢对啊。所以这足严重的代志，所以咱爱度过这个时间哦，这个时间咱爱较，比如讲较忍耐咧啦吼，唔通讲是讲要，我讲死汉的最尾的事。你政府规定来，你愈要去做，你就害了啊。有影啦吼，所以讲咱全球疫情咧看，台湾咱做甲最好，就是讲第一波、第二波咱收甲最好的，唔通因为这个连续假期，这几啊天啦吼，变做是这个防疫的大浪棒啦吼。今仔日来咱讲到这个部分，大家若有去注意啦吼。未来这个14天，咱就免遐这个烦恼啊，亲像这个美国安尼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做伙来讨论，感谢多谢。